10多年前的麻辣鲜师严格导向民进城开始伊的戏剧路，除了演戏嘛做导演，老下未少观众熟悉作品，想要到伫张传出过身的消息。充满幸福的笑容，和太太阁有拄出谢相生啊，做伙伫月内中心过29暝。民进城伫面册铺含2个囡仔相片，阁写头一摆伫月内中心食年夜饭，人生当中头一摆温暖的年夜饭，嘛充满感恩的心。阁写亲人伫倒位，倒位都是厝。毋过想袂到，这煞变做伊在生的上尾一篇po文。根据了解，昨暗时民进城的太太伫月内中心的眠床顶，毋过太太安怎甲叫拢叫袂精神，才赶紧通知月内中心，甲伊送去病院。想袂到经过1点外钟的抢救，也是宣告不治，享年52岁。伊伫演艺圈的人缘嘛真好，传出过身的消息，嘛互大家拢真唔甘。贺军翔发文章写好导演一路好行，另外9年嘛抱伊在生的影片，和伊交情真好的艺人6月、黄小柔拢唔敢相信。而且中年人常常会比较容易忽略掉他一开始有的一些征兆，或通常因为他工作比较忙碌啊，那3餐比较不定时，压力比较大。那有些可能一开始可能就有一些所谓的征兆出现的时候，那没有及时去就医啊，突然在一个天气冷的情况下，或者是一个突然的一个压力的情况下，造成一个心肌梗塞。目前民进城的死因传出，敢若是心梗塌，护理之家嘛真低调，无愿意透露，表示要交互家属来讲。民进城结婚了后，真想要有囡仔，开100万做试讲，总算得到双生啊。毋过敢若陪伴囡仔20天都不嫌过往，嘛有亲戚朋友拢真唔甘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